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日咱要讲的主题是防疫安心上工计划。这我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喂，你好，请问刘小姐吗？对，你好。刘小姐，你是本人吗？对。你有来报名这个台南市政府的这个安心上工计划，对不对？对。你有日语 N2 的能力哦。对。多益考900多分呢。对。真的哦。刚好准备要出国，不过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暂时没办法出去。是，好，对，那谢谢你哦，然后希望你安心来工作哦。好，谢谢，是市长吗？新竹来敲电话给主台南市防疫安心上工的市民，通知讲将按4月20号开始上班。我哋市长4月17号伫永华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同时嘛甲大家讲，第二波的工课是伫今仔日开始报名，5月4号上班。我们台南版的安心上工计划已经正式开始实施，而且我们率全国之先，在4月20号就可以先第一批50位的工作机会就正式上工。那第二批剩下150位，我们也会这个尽快在4月底以前上工。这个市政府放出来防疫安心上工，总共是有200个课，每个月伊着工作无超过176点钟为限。1点钟是158块，一个月落来上悬有27808块哦。而由劳动部结合着地方政府推出的安心即时上工计划，一个月上悬是只有80点钟，12640块，有1150个课是全国上界多。市政府的薪水的部分是时薪158，每个月是可以上176个小时，等于薪水为27000，将近28000。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今天也一样跟大家分享，也鼓励大家能够共同参与，也就是我们跟中央争取的，在台南的即时上工，共有1155的职缺，也这样现在已经陆续在登录中。那它的是时薪一样158，但每个月最高上80个小时，等于一个月可以领到12640块。那这次的工作机会虽然是短3个月，但是可以让这个工作的人，第一个可以了解政府运作的这个状况，那也可以这个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规划方向有所这个规划。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防疫期间，有些因为这样而这个离开了工作岗位，或是已经待业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其实能够提供给他们及时雨，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手边能够有一个工作，那希望能安心度过这个防疫期间。我特别表示讲，若是到期了后，民众要有这个需求的话，伊无排除会动用第2五倍金来支援。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不排除再动用2倍金，或是动用其他的经费来处理。那因为4月底以后就是议会的这个会期了，我们也希望说，议会能够对于这个让这个市民能够解燃眉之急的这个部分，能够支持。王局长甲咱讲，市政府的防疫安心上工计划报名的资格必须要是涉及伫台南市的市民。报名的时间是4月17号到4月22号，一律都是采取通讯报名。安心上工在不在？在。好，那我们会4有兵的加油好不好？我们各手加油。安心上工在不在？在。自从在武汉肺炎发生到今嘛，已经几个月这个时间啦吼，那么整个咱的生活这个节奏都被打乱。我会记得伫咱录影的进前1礼拜，好像有那个零确诊这种案例出来的时候，哇，大家拢心
喜望外啦吼，就是讲哇，都欢喜的吼，看到零确诊吼，哦，干嘛讲好像安心了。可是呢，过不两天吼，人家说没有2天的好光景了吼，一个有这个军舰的这个士兵吼有染疫的这种情形，哇，就发生个有20几个，这么多了哈。所以呢吼，咱的心肝吼真正是安忐忑不安吼。到底吼这新冠型病毒的这个肺炎呢，什么时阵会来截止，咱拢唔知影吼。但是呢，这嘛咧考验吼，咱民众家己的这种反应啊，还有咧考验咱政府机关吼，对着这疫情哦，这个防疫啊，还有一寡因应的这个措施，到底做了好唔好？啊，当然对于咱台南市来讲吼，不错哦，因为最近哦，咱这个远见杂志吼做一个评比吼，那么伫台湾吼，咱台湾拢总有6都嘛吼，这个6都当中哦，咱台南市排第2名，不错呢吼，给自己拍拍手哦，这就是咱市政府吼用心拍拼的成果，啊嘛是咱市民吼，大家有做伙通力合作啊，无哪有遮尔好的这个成绩吼。那么伫今仔节目当中，咱要讲的主题是这个防疫安心上工计划，那么这个计划是由咱劳工局吼来主导啊。伫今仔节目当中呢，咱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咱劳工局局长王新基王局长来甲咱做伙开讲这个话题哈。局长你好。大家好，各位台南的乡亲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局长王新基，真感谢今日有这个机会，甲大家来为着咱这个肺炎造成我们劳工伙伴的困扰，大家来分享讲市长有真侪政策来帮助咱能够大家小劲做伙共度难关。是，局长是福星的哈。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开播的第1集，对，哇，经过1年的时间，那一天是市长跟局长我们一起开播第1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民调也很好哈啊，今晚呢个邀请局长来。哇，我们的这个民调也是这个第2名，很让人家赞叹那么嘛感谢讲咱局长伫这中间安尼拍拼啊，真正爱甲咱局长因安尼打打气啊，因为这段时间我看是大家无眠无日的认真拍拼的这个结果有一个这么好的成绩，迄嘛算讲甲咱一个打气甲咱一个这个表扬啦那么咱今仔咧讲的是防疫安心上工计划这是咱劳工局咧主导的啦那么咱防疫安心上工计划是不是请局长甲咱的乡亲做一个说明？到底这个计划是什么回？所以今仔日嘛真有缘分啦，咱原先所讲的一当前拄啊伫为咱这个开播的第1集是拄啊5一劳动节前夕，今仔嘛同款，拄啊5一劳动节前夕，我伫遮有那甲代表市长感谢咱劳工朋友登记来伫咱台南共同都会拍拼所以这样的肺炎产生之后，大家地方减班休息啦，造成生理歹啦，收入无个无工课做，所以市长就一直在探讨他如何来帮助劳工伙伴。伫上面讲是3月30日，伊向叫我甲阮的同仁到他这样的市长室去研讨这样的一个对策，所以对策在3月30号就大概有一个轮廓。那我开始训练我的同仁，我们伟玲主任跟苏敏科长2个在做功课，所以他们讲姐妹他2点钟就把这个计划完成，向市长报告。那市长报告说 OK， 所以在3月31号在防疫会议的时候，他正式对外来宣布。就是这个安心计划，对，就防疫安心上工计划。当然市长有真这样的一个跟接地气的理念，伊讲咱唔当很相关的限制，所以主要伫台南，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买当来，因为可能公司减班休息，只要甲上班2天尔。另外这4天里面伊减是收入啊，这4天伊买当来，还是讲针对咱台南内底无工课，待业中因为种的，那这一个大循环一个环环相扣的，已经生理大家歹是无工课做，伫当伊赶快待业中买当来，所以那边就定调，我们先提供200个名额，会当做3个月。那薪水的部分是用时薪158块，一个月可以做176个小时，我们就这样定调。所以那边宣布之后就能够启动。当然，迄天3月30日宣布启动了，市长佮甲交代讲，
因为我们总是要有作业流程，爱红报名，爱公告，爱审查资格，爱面试。伊讲安尼吼，因为这样规划者可能要5月1号才能够上工，但是市长甲我讲，你要尽早把这个时间缩短，是不是？咱尽量去想办法。50个把那个每一样作业时程缩短，提前上工。所以又做变化，说50个要提前上工。我也记得哈，我们就说到去年那个节目里面的时候，我们有谈到了哈，因为一刚起调嘛，在调嘛哈，我有讲因为市长哈，他担任了4任的立法委员哈，这个时间有10几年了哈。啊，伫这个地方间当然哈，我知影讲市长，因为伊长期间伫发言的时阵哈，对着咱劳工的这个权益啦哈，也是讲吼一寡福利的这个争取，拢真用心哈啊。担任市长了，因为角色不一样啦吼，当然嘛是继续咧甲咱的劳工吼来争取更较侪即个权益甲福利啦吼。啊，那么伫即个就是讲吼，即马做担任市长了，伊会当释出一寡吼工作的机会吼，咱的一寡民众吼，咱一寡吼可能无头路，还是讲想要专业人吼，用更较好的即个机会吼，然后去选择因介意的即个头路，还是讲吼选择一个较好的即个工作的机会。那么即届吼，即个防疫安心上工计划，当然这是因应现在的时机啦吼。像讲咱就是讲，伫这个疫情发生了，有的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怎啊无头路哦，像这旅游业咱就上清楚的吼，饭店业啦吼，啊拢会冲击，也是讲餐厅吼，像我进前吼，为着迄个什么，迄个军舰的这个案件的时阵哦，那个百货公司从来毋捌关过门啊，竟然吼10几档的营业吼，竟然。因为这军舰的这个士兵起一概念，哇，这个关门然后这个去消毒啦所以这有段时间当时要安怎改变，咱都唔知影啊，因为这个改变造成，有的人因为安尼无头路，啊嘛有的人因为安尼头路做到有啥，因为像这个做口罩的啦，伊就无眠无日爱吃这个口罩啦那么因为咱的这个工作的变化这个。防疫吼，咱整个生活节奏打乱之后，啊，这个工作的这个变化吼，足侪还拄啊，咱讲的足侪人无头路啊那么伫这个当中啊咱当然会释出这个一寡职缺啦那么咱要去就是讲想要来找这个头路的人，伊嘛爱具备一寡条件啊嘛爱具备家己有法度去应付这个工课的这个各种能力啦啊是毋是伫这个所在咱局长也甲咱的乡亲朋友报告一下因到底爱具备什么的条件？其实他都我甲大家报告的，就是讲市长迄阵就有定位讲，我们尽量不要太多的限制，就像大家讲你要来是，无通来，就是咱真一定，甲标准降低，对，甲标准降低，因为咱大家拢会批判我们公部门的政策，拢讲看会到，食袂到，所以市长就讲咱袂使有人看袂到，食袂到，所以就这样调整。所以阮当然第一届50个，因为比较急嘛，就是用各单位有干嘛讲来。要做什么工作，所以有些比如就定些协力啦，协力经理师都不管，劳保都不管，只要协力用以为人，对于讲大多数是讲帮助我们这些公部门产出这样的，因为防疫措施。给这工课出来时来给我们分摊，有量体温啊。但是有些单位是希望我们进来的伙伴也让帮着你做大数据整理。这种你大数整理，你基本上电脑爱会晓嘛。对。无你要那个主要要那个做整理，所以的为单位的点到讲大学毕业啊，所以第一梯是这样。但是到第二梯我们就整合了，全部把类别把它整合起来分类。就是一个门槛是高中以上的，一个是都不计学历的，因为咱高位来讲第一届第一届个150个之前是我们就已经把它整理大类出来。你若讲只爱电脑当然有些学历高一点，自己都不管有没有工作经验都可以。所以人讲自助人助啦，机会是留给有做准备的人啊。你像我会记得阮读册的时候，当然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对，我们那时候咱学电脑东西。因应这个现在社会的需求那他个另外去学啦但是有的人可能他就觉得说我都唔免去学这个物件，可是当这个头路需要电脑的时候，你就被排除在外了所以咱家己虽然讲政府想要给人照顾他想要帮助你，可是嘛你爱家己你要说人家拉你一把的时候，你嘛爱手伸出来，你手无伸出来，我给你揪嘛揪袂到所以咱的民众就是讲
市政府有这个释出家人啊这这个机会但是咱随时啦家己爱去进修家己爱去增长自己的迄个工作的技能，所以咱有当时袂使看看会向一个头路。对。我们可能即马的时代啦你像即马旅游业有当时因为安尼冲击了，他赶快去转型啊，是讲去找其他的头路。如果你若无第二专长，无第二个技能的时阵，哇，迄个时阵差嘛，你就没有办法去跳到别的这个领域里面去嘛所以我感觉这方面可能咱局长你可能嘛想要甲咱的乡亲朋友那个打气一下啦实际上咱政府真济，你讲的人定咧讲一个团队一个城市，要甲人竞争一定要靠人才啦。像伫咱台南市甲咱做伙互相拍拼，这好朋友都是咱台南的人才。但是咱人才，他拄啊咱演员所讲的咱要甲人竞争，咱嘛是要有功夫啊。对。所以都要具备相关的职能，尤其时空背景变化遮大。有时候我讲。既然像拄到这个物件，咱嘛感觉相对遮大，为种已经就打破框架，所以平时我感觉应该投资自己，提升自己的职能，职能学到之后到职场上扮演这样的一个职场达人，其他是现在是公平有需要，希望政府真有劳工自主学习包括阮劳工局办的事业，就像咱这段时间无头路，你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参加失业者。然后这个资讯的部分的现在充电，提升自己的职能，这是蛮真重要。因为你时间也无把握的时，都要利用这个空档。我觉得上课的危机就是转机。对，危机就是转机。上课以后我有可以这个功夫，我以后我竞争就比人较强。所以大家小竞做伙，学过功夫，共同为咱台南市这拍拼。咱台南就头发演员所讲咱就会当帮助市长那个满意度调查能够排在第一名，这是咱共同的目标啊。对，就是说咱市政府拍拼，其实咱民众嘛要配合啊。对。咱民众若无配合这些共同的荣誉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光环放大所以讲市长会当排第一名嘛，是大家该拍拼出来。其实老公这啦稍微跟我们的市长拍个马屁啊，因为我长期跟他这个互动因为前10几年前就是常常因为专访的关系就是有互动，所以我对伊的迄个整个这个从政的历程稍微有了解。像伊伫迄个立法营业时，他就是17次评鉴有无第一名。那么讲到劳工节特别高啊。其实这个是劳工的表率啦因为伊家己做这个立法委员的时阵伊是17次这个数字到现在没有人办法，到现在没有人跟他打破他跟他以5届17次所以就是讲以身作则，伊家己嘛家己对家己的要求啦我想咱局长因为局长应该是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无可能徛在这个所在徛遮久。袂啊，我能够甲大家分享像他多主持人所讲的，这市长对咱的工朋友，真正是足贴心，咱台语讲足踏心的啦包括咱之前来讲，伊要求讲50个名额要提前上工的时候，一个特别甲阮交代讲，50个里面刚好有4个级次，我们的经发局、观光旅游局、民政局、卫生局。各每一个级次一定要释出一个身障者伙伴的直接。所以我要问局长的是讲，这身障者嘛是咱政府特别照顾的一个群众啦那么这部分是不是嘛？甲咱的乡亲朋友稍微分享一下。所以他都要市长会遮大心的是因为咱身障者有当出来有当要甲正常人来竞争，他的能力比较低，所以就特别搞到这4个单位一定要设置一个身障者职缺，所以感觉市长对咱的工朋友的细节都注意到来，咱讲到咱身障伙伴，希望登记来，咱市政府对身障的伙伴非常的这样的想到，咱较早拢点呢，会强调一句话啦。给鱼吃，不止给钓竿。对。所以咱对身障伙伴来讲，咱要互一定要播走看。不如鼓励伊出来就业，伊也当利用家己的能量去探钱，我就给一次不止给到干。但是你要叫伊入来外口上职场，你一定要给伊培训，所以我们就办了很多相关的培训，提升的职能。你要培训，你嘛按人里堆，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身障人力银行资料库，按人去筛选，因为为身障我像咱这台南，他有高8几个在社会局登记。
有案的身障伙伴，领我身障手册，所以我你要筛选出来，但是有的人是较小，我们就把他15岁到60岁这之间的人，再把他资料库把它筛出来。有咱有的是重病的，伊都无可能来职场。所以筛选到有2万多，所以我们现在劳工局里面有2万多笔的身障伙伴提供的资料库，那我们会去把它征求他的意见。你要要来上训练呢，我们培训，因为有的人是当直接上职场，有的人是要经过训练才当上职场，有的是无法度来市场，能够讲朝九晚5的，伊爱伫厝又不方便嘛。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不一样，还有条件不一样嘛。有的人是讲我会当来工厂上班，来办公厅上班；有的人是讲我无方便，我一定要住厝，所以我们就办了很多资讯。他拄仔咧讲的。无法能够正常职场上上班的人，我们就培育他做手工艺，爱当回也当手工的爱伫厝做，那我们帮助他卖。咱拢定咧讲给鱼吃，阮个屁丰富的渔场，保证让他钓到鱼。阮能够成立一个青天网秀阁楼，青天网的是网络改到物件，可以当卖出去那个秀阁楼就告我们台湾区各景点一当摆摊卖的东西，所以这方面安尼行落，因为咱讲的，你家己培训，伊当做手工艺，我拢定甲因咧互动讲，手工艺作品的创作品，你若无卖出去，放伫厝真正是项艺术品。你若有卖出去就艺术品。你可能因为家己作品啊，放伫厝，咱到过年咧清楚啦，可能清净就变特角啊。你我讲所以，阮爱家己倒卖出去没有处理，但会搁做，功夫会愈来愈好。这个是你可能大家想袂到，我甲大家分享。咱各方景点是毋是有国外的客人？所以我嘛该来培训上英语，简单的英语爱样讲，对，无你物件要当。所以我们细节都想到。对，我英语甲我分享讲，局长，你感觉英语老师甲阮教啥物？伊讲第一步要先教讨价还价。对，这成立的第一关，我是觉得这样的蛮好的，所以我也讲咱对身障伙伴规划蛮好的。当然都赶快啦，因为百管区嘛，刚刚我们成立批物工厂，这个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甚至市长还帮批物工厂卖东西。尤其我们喜憨儿他在做年菜，这2年来市长又特别在农历过年前开记者会，鼓励大家买年菜，爱甲咱的批物工厂的喜憨儿，或是我们的展艺烘焙坊，它是做面包的，所以咱市长嘛，赶快啦，爱帮大家倒卖物件，把你物件卖出去，你当有机会，大家去做，你的功夫、你的技术可以来提升。就是讲吼，因为咱拄我好拄到这疫情的问题吼，所以咱的这个整个节奏都打乱了哈，所以咱市政府它临时哈有这个防疫上工的这个计划啦哈，这是因为发生这个事件啦哈，但是咱平时啊对着劳工啦哈，对着咱市民的这个工作机会，咱其实一直都在争取啦哈，是讲吼在给培训啦，那么咱市政府它以前就有一个短期的就业方案，一个咨询跟辅导，是不是？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说明。咱将麦克甲大家分享讲，咱嘛可能甲咱伫市长的支持之后，拨经费来成立一个顾问团，来咧培养咱各社区，因为咱社区各社区的在地文化，所以因袂晓讲有个生意的脑筋，讲甲伊的文化变成商机来卖出去，所以我们就有在辅导咱讲的中央的培力计划、多元就业方案，这就是创造这些弱势者的工作机会。你伫社区你提计划，经过准了，咱的劳动部会补助你基本的薪水，你从无到有，他帮助你慢一步一步的走上来。所以我今天我较早一档都咱的登革热等严峻的时候，因为我的负责辖区，我住在龙店，所以我负责关店6家带来，因若拜六礼拜咧清洁环境，我爱去甲因看，甲因关心鼓励。拄啊到带来石啊路的时候，我拄个社区的理事长，伊咧甲我分享讲。阮社区做咧大来才增卡啦吼，真正找也无商机好做。我讲，我来鼓励你，有啥物？你有啥物特色？咱共同来提计划，我再甲你辅导。我叫国民甲辅导，计划也过，你就当发展你大来特色。结果伊大来提出肉梨。我这蛮想袂到，到尾做到真欢喜，有肉梨的。所以你给他一个方向，对，他自己就会去。肉梨种子来做面，还有肉梨能够做防蚊液、做化妆品。所以我嘛到尾想要讲，迄历史长伫我那个建议了。有时候集思广益。我很积极，集思广益，家己创意，伊家己本身有能力啦。因为那都
咱演说过讲，要叫人帮咱了，嘛先个帮在家己哦。这个就印证到这个东西。对，就是说你自己也不能说哦，点都在遐，看到那边给，而且讲吼，就是我拿钱给你，这样不是一个很长久的办法哈。合作了真成功的，都要去辅导登革热的业务，啊，改一个这个商机改讲，一个理念改讲，啊，让其他真拍拼，啊，伊真的做甲足欢喜哦。好，是啊，所以哈，就是说有当时哈，他把他的那个苦啦，或是说他遇到的困难呐，哈，跟咱局长讲哈，啊，局长自己给他一个方向哈，啊，以方向后伊，他自己马上自己也会举一反三呐，哈，家己自救。人就自救嘛，家己会当家己去发展家己的这个能力出来所以像这就是一个这样对话出来。大来接下落，个另外一个是讲，因为咱台湾有两个原住民的语言，一个古木哈旧，一个伊奈达利。伊奈达利的妈妈是以前蔡医师，一个平地，一个生。伊嘛定咧搞我翻译讲，阮原住民你都不会搞人斗相共，所以我们就有辅导我们的。泰安市义山原乡千人关怀协会，这是我们原住民的协会，他也一样出来创作这样的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多元救援嘛，这个综合些，成绩嘛综合啊，所以真的是你也讲你肯打出来，阮就有义务甲责任甲你辅导。对。就是讲互相交流啦这个在我们不管是聊天也好啦，或是开会也好啦这个当中大家脑力激荡嘛脑力激荡，结果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而且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啦那么咱未来有什么计划？当然啦，咱对弱势者我们会一起这样的辅导，包括咱。吹长照2.0嘛，3天能3张的。咱市长对这样的一个年长者，他也是都非常的周到，所以伊赶快像我们社会局长照啦、日照啦，所以伫去年底咧提今年的计划时，市长甲消委就发布，今年在照顾服务这一部分长照、日照，拨了21亿的经费投入这个区块所以我就甲阮的团队来激励讲。让市长甲消委局已经投入长照的经费出来了，等于创造工作的机会。我头都有讲接下来要如何培训照顾服务员这一群人的提升职能进来，所以培训任务就落在我劳工局了。所以我们每一年今年一样有35个班的照顾员训练班，所以咱真鼓励咱有意向在服务这些年长者的人能够进来接受我们的训练所以我嘛。赶快邀请这样的培训完的这些伙伴来跟咱分享。有一个，咱实际上是陆配，他从广西桂林嫁到台湾来，伊就感觉讲，咱大部分妇女朋友都赶快啦，嫁翁了，就吃头路，但是生阿婴了，就要头路死掉，过阿婴结果他就小孩子可以到已经。这样的过程小孩子已经成长可以上幼稚园了，他想到他上次唱嘛，因大家识字伊讲伊讲台语有腔，因大家袂晓讲国语，所以两个语言是有隔阂的。就照顾袂好，是照顾伊搞完费用，伊讲照顾甲有没忧郁症伊管咱讲伊讲顾甲有没了顾，所以他就来参加我们照顾员训练班，学了真好。伊感觉真过讲台湾有遮好的训练的机制。安尼伊不但会当照顾伊的大家，而且佫有第二专长。对。以后佫会当去照顾别人趁钱。对。所以今仔日请到咱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遮尔济有关劳工的一寡计划啦。我相信呢，对咱的市民来讲咱心内拢会感觉讲，有一个愿望，有一个希望啦。当然，咱市民如果讲有啥物问题话，咱直接甲劳工局再来联络啦。因为有当时不知道这个资讯就丧失了机会这嘛就可惜了啦今天你感谢咱局长，谢谢局长用遥控那么今天谢谢局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计划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来收看今天的节目进到这，跟咱的乡亲朋友讲再见